我今日嚟睇一睇你哋會唔會一齊。第一張花盛開，第二張內心，第三張 We are the world， 我們世界。好，你哋憑直覺會揀邊一張呢？好，第一張花盛開，呢一張係代表你自己本身個人係一個好有吸引力嘅內在，然之後外表也很不錯，所以對方係好鍾意你嘅，亦都好想保護你純純嘅保護欲。只要你 keep 住而家做好自己，而呢段關係亦都唔需要你去刻意討好，佢會自自然然就會成為一對情侶噶啦。第二張內心，呢一張牌代表佢對你好注意你一舉一動。然而你哋嘅相處模式雖然外表睇起嚟係有啲冷淡或者係比較理智，但其實你哋嘅內心都係比較嚮往呢段關係可以進一步發展嘅。而家佢經歷緊理智同埋想表白之間嘅掙扎，未到時候，俾啲時間俾呢段關係慢慢醞釀啦。第三張 We are the world， 我們的世界。呢個牌係代表你同佢一齊，其實相處就好似朋友咁，好開心，好快樂。大家諗嘅嘢啊，同埋都好有默契，但係就缺少咗啲私人空間。可能一齊相處嘅時候，總會有同事啦、同學啦、朋友啦、親朋戚友啦。如果想呢一段關係有更好嘅發展，或者有更加深入嘅發展嘅話呢，可以增加兩個人嘅相處空間，令到大家彼此除咗朋友關係，仲可以有更進一步嘅關係咯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啦，多謝晒大家。